法例規定咧唔可以賣煙俾18歲以下嘅青少年，但係街坊工友服務處咧，舊年又派一啲咧18歲以下嘅調查員咧，去到全港咧500幾間嘅店鋪嚟到放蛇買煙，結果咧竟然有90%嘅店鋪咧都係賣煙咧俾啲未成年人士㗎，更加有老闆咧就教啲細路仔咧你要袋好包煙喎，同佢哋講嗱，俾人睇到咧就唔係幾好啦嚇。全港報販大聯盟嘅主席亦都承認咧，有行家咧係賣煙咧俾一啲未成年嘅人士，不過佢就辯稱話咧。其實咧，作為一個嘅零售商咧，係冇權咧要求咧嗰啲煙民咧係出示身份證嘅。有關嘅藉口咧，其實咧所送面嘅。電影當年咧就分做3級嘅時候咧，有啲嘅院商都表示咧，其實好難禁止啲18歲以下嘅人咧入去睇3級片嘅喎。到飲食場所全面禁煙嘅時候咧，亦都有食肆嗰啲伙計話咧，如果要執行法例咧，唔俾啲食客食煙嘅話咧，可能會俾人打嘅喎。結果咪大部分都一樣能夠順利咧嚟到去執行有關嘅法律。嗱，其實只要咧得到多數市民嘅認同，政府有足夠嘅宣傳，而法例咧又係清晰明確嘅，加上香港人咧大部分咧都係願意咧遵守法律嘅，要執行類似嘅法例咧，其實咧唔係想象中咧咁困難嘅。無論大小嘅商戶咧都唔應該用執法困難啊或者阻礙揾食咧做藉口咧，而拒絕執行一啲有社會共識嘅法律嘅。就好似咧，即係唔應該賣煙啊、酒啊，或者係第二類刊物啊，即係話咧唔適合18歲以下人士睇嘅嗰啲刊物咧，俾嗰啲青少年。如果業界唔肯咧，按照法律嘅規定，用各種理由咧去推卸責任嘅話咧，只要令社會人士反感，甚至要求加重刑罰或者加強人手咧去打擊啲不法嘅呢個商人。接二連三咧傳出咧科學家咧誇大全球暖化嘅醜聞，繼呢個話咧呢一個喜馬拉雅山嘅冰川咧25年內咧會消失呢一個講法咧被質疑之外咧，聯合國氣候專家小組咧話咧氣候轉變會引發更多天災嘅報告咧，又俾人話咧原來係冇證據支持嘅，令人質疑咧全球暖化咧其實係一個大騙局。過去幾年咧有關全球暖化嘅講法咧，令到好多人咧都係關注嘅。唔少嘅香港人咧亦都感受到咧夏天就越嚟越長，天氣越嚟越熱，甚至有人預言咧香港咧將來咧係冇冬天嘅。不過言猶在耳咧，今年香港嘅冬天咧凍嘅日子咧竟然又比過去幾年咧都係長嘅。今次事件咧其實對關注呢個全球生態啦、保護環境嘅團體嚟講咧係一個咧好重要嘅教訓。雖然大家有良好嘅意願同埋咧呢個動機，但亦都唔能夠咧不擇手段歪曲事實，否則咧就會失去咗公信力，影響市民大眾嘅觀感，唔願意咧再仔細咧聆聽咧佢哋嘅忠告㗎。另一方面咧，雖然全球暖化嘅速度咧未必好似之前講到咧咁快，但係全球天氣反常咧就係唔使專家，就算我哋一般人咧都能夠感受得到㗎。大家咧萬萬唔能夠因為有啲嘅團體嘅錯失，而將全球生態面臨重大威脅嘅事咧掉以輕心㗎。對於水源啊同埋空氣嘅大量污染、大幅砍伐樹木同埋破壞自然環境，其實最終受害嘅咧都係我哋自己。要保護環境，其實要救嘅咧唔係地球，而係我哋自己咧同埋下一代。因為地球經歷過冰河時期同埋無數嘅天災咧，始終咧係安然無恙，冇死到。真正死嘅其實係地球上面嘅生物，包括人類。